你以為係年紀大咗，其實真正影響身體健康嘅可能係慢性炎症、疲勞、三高、婦科問題、免疫力下降，好多健康問題都唔係突然出現。當身體長期處於慢性炎症狀態，便會持續產生自由基，自由基不斷累積，形成氧化壓力，促炎多，修復少。被忽略嘅氧化壓力其實一直默默影響身體，細胞修復能力下降，代謝失衡，胰島素反應變差，久而久之可能演變成三高、心血管問題、婦科困擾，甚至帶來更嚴重嘅健康影響。真正嘅關鍵並唔係一味壓抑症狀，而係由源頭降低氧化壓力，呢個先係抗炎嘅真正關鍵。OIC 等於抗氧化能力指標。OIC 數值越高，代表中和自由基嘅能力越強，對細胞嘅保護能力亦越高。Life Green 並非單一成分，而係高密度植物抗氧化配方結合。墨西哥仙人掌、意大利高效抗氧化混合莓果、法國 Senia 授權配方、西蘭花種子提取物。臨床研究結果顯示 ，Life Green 由馬來西亞 UCSI 大學與 MSU 大學聯合進行的研究顯示，含34種活性成分，有助優化身體環境，維持婦科健康。連續飲用3個月，抗氧化能力提升高達48%，有助提升細胞修復能力，有效調節 IL-1B、IL-6等發炎因子，有助減輕身體負擔及不適，有助舒緩子宮因長期壓力引起的不適。IL-6 與子宮慢性炎症相關，降低19.01%。IL-1B 與疼痛相關，降低34.78%。IL-10維持穩定，有助調節免疫功能。Life Green 有助支援肝臟解毒能力，改善細胞及代謝環境，減輕慢性炎症負擔，減少氧化損傷。呢啲改變正正係身體重拾平衡嘅重要基礎。Life Green 適合經常感到疲倦、精神欠佳人士、關注抗炎及體質調理人士、處於亞健康三高風險初期人士、重視女性內在調養及長遠健康管理人士。7年內 ，Life Green 已幫助超過7萬名患者重拾健康，並獲得多項國際品質認證。很多健康問題不必等到生病先開始重視，及早了解身體狀況，由源頭改善慢性炎症，為身體健康打好基礎。歡迎 inbox 我哋，了解更多 Life Green 資訊。